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。我在镇海的时候，我们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流派，我也学了很多流派。但是在镇海的时候，我就就没有学过原派。您对袁老师还有一些什么认识呢？一直觉得我们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肃、非常严厉的人。怎么讲呢？就是你平时怎么看待袁雪芬老师？他对你要求是不是非常严格？他对我要求很严，但是我觉得，可能好多人对他有一种偏见，只看到了他工作上面的一面，觉得好像很严肃。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可能都没有看到过他生活当中的一面。真的，你们不相信，他在家里面可以跟儿子，拍屁股、拍头，他儿子在家里面叫他打的。叫他大姐，又是这班大姐，叫袁老师，叫袁大姐。在我印象当中，他对我还有很和蔼的一面。但是呢，以前我看到他都很怕。刚进越剧院的时候，好多人都怕他。都觉得，哎呦，老院长来了，院长来了，快点，做好，要什么事情都要面面俱到做好。我估计肯定不是说老院长了，肯定说老袁来了，肯定是不是？那他们因为是比我们高一些的，但是我呢，那时候我看到也很怕的。那时候我们院里面的门口跟食堂那个可以打个弯的。我看到我们老师来了以后，看到我没有，一看到他没有看到我，就在食堂里面兜去兜个圈。就这么怕老师啊？因为我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呢表演不够好啊，唱腔不够好啊，他看到我从来不会说我好，哎你不错啊，他从来不会这么说。亚芬，你这个什么地方不对啊，那个地方不对啊。那我要面子嘛，因为当着很多人面他要说我了，我怕不怕？反正实际上对，我们老师实际上对我很好，真的对我很好。他不仅仅是在艺术上面对我要求很高，实际上平时生活当中他也希望我在单位里面能够做个榜样。那我想观众朋友可能更想听一下，就是袁雪芬老师是怎么来评价方亚芬的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就请出袁老师。您好，您平时管这个方亚芬啊是叫亚芬呢，还是叫她方亚芬？叫他亚芬，叫他亚芬，亲热一点啊，自己的爱徒嘛，是吧？对，老实说，这7年来，我跟他讲的是不少的。老实，他也感觉到，这位老师啊，从来没有称赞过他。老师不称赞他，从来不称赞他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我好话。不断的给你提要求，对你非常的严格，给你要求。他有时候跟我讲，老师啊。我比人家做好点哦，我说你也要得到老师的肯定啊。我说你像点击跳的那个成本上10乘13，对不对？你干嘛要10乘13呢？我自己长大看到自己不做在我在努力奋斗的嘛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袁老师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对这个方亚芬啊有没有什么满意的地方？对，虽然你没有称赞过他，从来没有当面这个在称赞过。我们今天这个场合，你是不是可以说一句他的好话？我是可以那样讲。因为这些年来的他磨练不少。老实说，从一般看过来，方亚芬条件非常优越，有这么个老师在那里。其实不然，他没有爱在我身上，我也没有做他的唱家架子。他完全依靠自己，还是靠自己。无论在演出上，无论在生活上，他经过了磨练。还有一点，他比较大度。他不像一般同行去妒忌谁，即使人家排斥他或者嫉妒他，他也不当一回事。他从来不去妒忌人家。再有一点呢，他有所成就的时候，或者得了一个什么奖啊，他首先想到大家，或者作曲家啊，或者导演啊，或者编剧啊，他总要向他们汇报，因为我的成就跟你们分不开的。是，这些都是我所要求的。或者他不满的一点呢，什么呢？他的嗓音条件都很好。我说你不要就限制我的范围，因为我跟你不一样。你要学众家之长，唱自己之心，一定要进入创造。你不满足，你借鉴许多老师是可以的，但你一定要创造自己的东西。
我创造艺术不发展了嘛，是吧？是学我者生嘛。有时候呢，我感觉到他的深度上，对人物的深度上的刻画，不跟我的要求。要学为难的本事。这点呢，他还没有掌握，所以这点我对他不满意的。是。那么您对他以后的发展有些什么希望呢，袁老师？所以下面呢，方亚芬应当要担重大的任务了。他是不是跳得起，要有充分准备。是啊，老师对你寄予厚望啊。那个我们的演员，老是在过去叫青春晚，年龄是有限的，要赶快在几年里面，要塑造不同的形象。因为所谓对我们不薄，我们应当为保所为，这是我的希望。好，我们再次各位掌声，感谢袁雪芬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你谈得非常好，好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呢，这个方耀芬呢演过很多原派的代表作，像这个《西厢记》啊、《祥林嫂》啊，为此呢，他获得了这个许多奖项。他曾经获得过上海市首届10佳优秀青年演员的称号，还曾经获得过第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演。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。我在镇海的时候，我们老师教了我们很多流派，我也学了很多流派。但是在镇海的时候，我就独独就没有学过原派。您对袁老师还有一些什么认识呢？一直觉得我们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肃、非常严厉的人。怎么讲呢？就是你平时怎么看待袁雪芬老师？他对你要求是不是非常严格？他对我要求很严，但是我觉得，可能好多人对他有一种偏见，只看到了他工作上面的一面，觉得好像很严肃。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可能都没有看到过他生活当中的一面。真的，你们不相信，他在家里面可以跟儿子，拍屁股、拍头，他儿子在家里面叫他大鸡。叫他大姐，又今天白大姐，叫岳老师，叫岳大鸡。在我印象当中，他对我还有很和蔼的一面。但是呢，以前我看到他都很怕。刚进越剧院的时候，好多人都怕他。都觉得，哎呦，老院长来了，院长来了，快点，做好，要什么事情都要
面面俱到做好。我估计肯定不是说老院长了，肯定说老袁来了，老袁来了，肯定是，是不是？那他们因为是比我们高几阶的，但是我呢，那时候我看到也很怕的。那时候我们院里面的成就跟你们分不开的，是这些都是我所要求的。或者他不满的一点呢，什么呢？他的嗓音条件都很好。我说你不要就限制我的范围，因为我跟你不一样。你要学众家之长，唱自己之心，一定要经着创造。你不满足，你借鉴许多老师是可以的，但你一定要创造自己的东西。我创造艺术不发展了嘛，是吧？是学我者生嘛。有时候呢，我感觉到他的深度上，对人物的深度上的刻画，不跟我的要求。要学为难的本事，这点呢，他还没有掌握。所以这点我对他不满意的。是，那么您对他以后的发展有些什么希望呢，袁老师？所以下面呢，方亚芬应当要承担重大的任务了。他是不是跳得起，要有充分准备。是啊，老师对你寄予厚望啊。那个我们的演员，老师在过去叫青春晚安，年龄是有限的，要赶快这几年里面，要塑造不同的形象。因为所谓对我们不薄，我们应当为保所为，这是我的期望。好，我们再动作掌声，感谢袁志芬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你弹得非常好，好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呢，这个方亚芬呢演过很多原派的代表作，像这个《西厢记》啊、《祥林嫂》啊，为此呢，他获得了这个许多奖项。他曾经获得过上海市首届10佳优秀青年演员的称号，还曾经获得过第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演。跟食堂那个可以打个弯的，我看到我们老师来了以后，看到我没有，一看到他没有看到我，就在食堂里面兜去兜个圈。这么怕老师啊？因为我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呢表演不够好啊，唱腔不够好啊，他看到我从来不会说我好，哎你不错啊，什么他从来不会这么说。亚芬，你这个什么地方不对啊，那个地方不对啊，那我要面子嘛，因为当着很多人面他要说我了，我怕不怕？但实际上对，我们老师实际上对我很好，真的对我很好，他不仅仅是在艺术上面对我要求很高，实际上平时生活当中他也希望我在单位里面能够做个榜样。那我想观众朋友可能更想听一下，就是袁雪峰老师是怎么来评价方亚芬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就请出袁老师。您好，您平时管这个方亚芬啊是叫亚芬呢，还是叫她方亚芬？我是叫她亚芬，叫她亚芬，亲热一点啊。自己的爱徒嘛，是吧？对，老实说这7年来，我跟他讲的是不少的。老实他也感觉到，这位老师啊，从来没有称赞过他。老师不称赞他，从来不称赞他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我好话啊。不断的给你提要求，对你非常的严格。给你要求。他有时候跟我讲，老师啊，我比人家做好点哦。我说，你也要得到老师的肯定啊。我说，你像电梯跳在那个成本上是3对不对？
你干嘛要自称自称呢？我自己长大看到自己不做在为的努力奋斗的嘛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想问一下这个袁老师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对这个方亚芬啊，有没有什么满意的地方？对，虽然你没有称赞过他，从来没有当面这个在称赞过他我们今天这个场合，你是不是可以说一句他的好话？我是可以那样讲，因为这些年来的他磨练不少。嗯，老实说，从一般看过来，方亚芬条件非常优越，有这么个老师在那里。嗯，其实不然，他没有爱在我身上，我也没有做他的唱家家子。他完全依靠自己。还是靠自己。无论在演出上，无论在生活上，他经过了磨练。还有一点，他比较大度。他不像一般同行去妒忌谁妒忌谁。即使人家排斥他或者嫉妒他，他也不当一回事。他从来不去妒忌人家。再有一点呢，他有所成就的时候，或者得了一个什么奖啊，他首先想到大家，或者作曲家啊，或者导演啊，或者编剧啊，他总要向他们汇报，因为我的